嘉义西港等大北门区出身的议员蔡秋兰，伫中日顺讲，伊每一摆对七股经过南26线往青山将军渔港的道路，迄个是嘉义南37线道路，长期无修补，已经必顺起山破损严重，相当污浊。加上嘛是观光的主要道路，所以要求市府尽速改善。对此，干部局长回应，已经向中央争取前瞻预算，市长嘛答应，如果中央无补助，明年会用市预算的路边专案来改善。观光景点，你迄路遐尼歹，啊，本身逐工开过拢感觉足污浊的呢，拢足污浊的。啊，我嘛要安怎敲电话，安尼要安怎甲你讲啥？迄重点就是讲，咱无阮民意代表提出恁原地可惜，恁就爱去处理啊。跟议做报告，像这么大的一个道路，其实我们在目前现阶段，其实都会市长也会用我们本身的一个路平专案的预算去处理。那我们也会先从中央的一个前瞻计划的一个方面去做一个争取，然后我们双轨会并行的一个处理。已经放进明年度的预算，如果中央有经费最好，因为我们已经送自己做，已经送前瞻了。这个争取地方龙水路建设的蔡秋兰，担任民代20几档，甲市长吴以铁嘛算是共体。虽然知影加一个7股的段，但是阮台南市区的面积，所以道路建设永远无够。希望市府听出地方的建言，会当修补，会当更新的，爱依照破损的程度予以改善。台南新闻，阮是林英庚采访报道。